父母睇見自己嘅仔女讀書成績卓越，當然滿心歡喜。但一旦失手，成績下滑，又會點樣面對？小朋友對自己有要求，又同時要面對父母嘅期望，感到壓力係在所難免。親自去財專家李錦博士聽咗會計師爸爸 Donald 同埋佢兩個小朋友嘅心聲之後，佢都分享咗一啲佢嘅一套教養之道。洋洋，當你哋考試攞到全班最好嘅成績嘅時候，你會點樣？多謝佢，因為媽咪幫我溫書。會唔會因為今次有好成績，所以希望下一次考試一樣有咁好嘅成績，令你有壓力？Donald，如果你兩位小朋友向你哋展示優異嘅成績，作為爸爸，你第一時間有啲咩反應？即係多謝佢哋兩個嘅努力啦，因為呢個亦都會多謝媽咪啦，媽咪嘅功勞啦，會幫佢哋攞到咁好嘅成績，都會跟翻目標去獎勵翻佢嘅。爸爸，如果小朋友成績下跌，你會點樣反應？檢討翻即係個原因，點解做唔到啦？下次可以再做好啲啦。Edmond，你本身對兩個仔有一套點樣嘅教養之道？考到100分就冇101分㗎，考第2、考第3已經夠㗎啦。咁你仲有上升進步嘅空間。假如我哋要求自己嘅仔女咧，每一次都考到100分，而全級第1名或者全班第1名咧，咁佢點有得進步咧？無敵其實都幾寂寞嘅。我同樣都係兩個小朋友，一個讀書算係幾叻啦，一個就冇咁叻。咁叻嗰個我哋真係咁同佢講嘅，其實你讀書你盡晒力就得㗎啦，你考90分就都唔差㗎啦。咁直至佢大個咗之後咧，佢就明白一樣嘢，譬如佢去到外國讀書嘅時候，有一間排名第10嘅中學，最後揀選佢，但係佢就情願留翻喺排名第30嘅一間中學繼續讀。咁最後佢都達到佢想讀嘅大學同埋想揀嘅學科，就係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咧，就係懂得要明白自己，知道自己都唔算差，但係亦都有啲人好好喎，但係自己盡咗力就可以。